而爸爸作為育兒路上咧，其實擔當一個都好重要嘅角色。除咗係輔助媽媽去湊小朋友啦，即係例如係出街嘅時候幫手去攞嘢啦，再加上係當當媽媽佢哋可能初生嘅，有情緒有好大嘅變化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去幫佢哋去湊住小朋友啊，幫手餵奶啊、換片啊等等啊。再大少少嘅，可以作為一個男性嘅 role model，俾小朋友知道，喂，原來男仔係會咁樣㗎喎。即係因為爸爸係作為一個小朋友第一眼見到嘅男性嘅角色，所以尤其是係生女仔咧，更加會影響到將來佢識男朋友嘅時候咧，作為爸爸嘅會當係一個 role model 嚟去選擇咯。